多癌症患者嚟講，癌症嘅旅程充滿咗恐懼同不確定性。即使喺治療開始之後，問題依然存在。治療有冇效？癌症有冇擴散？癌症真係喺控制之中？傳統嘅影像檢查同常規測試有可能會忽略一啲細微嘅跡象，只提供真相嘅一部分，未能完全揭示癌症患者嘅真實狀況，咁樣令患者同埋佢嘅屋企人唔能夠掌握全面嘅信息。而家想象一個未來，你唔使喺恐懼中等待，唔使懷疑你嘅癌症治療係咪有效。通過一項簡單嘅血液檢測，你將擁有能更全面洞悉癌症情況嘅力量。你唔單止可以睇到體內循環腫瘤細胞嘅數量，仲可以知道呢啲細胞係咪依然構成威脅。我哋推出咗 OncoTrace， 呢個係一項革命性嘅測試，旨在以精準同埋個性化嘅方式克服呢啲挑戰，為患者同醫生提供明確嘅信息，以便做出精準嘅決策。癌症始於我哋嘅細胞，當健康細胞變異或者受損時，佢哋會迅速增殖並形成腫瘤。喺疾病過程中，某啲細胞會從腫瘤中脫落並進入血液，成為循環腫瘤細胞 CTC 數值，即係循環喺血液中嘅癌細胞數量，係癌症治療進展嘅重要指標。然而，要真正了解情況，重要嘅唔單止係關注數字。OncoTrace 通過分析癌細胞喺血液中嘅數量以及其特定特徵，增強咗對癌症嘅理解，令治療更加全面同埋個體化。呢項測試提供以下信息：CTC 數值、表型標記、幹性標記，以幫助臨床醫生做出準確嘅治療決策。CTC 數值測試體內循環腫瘤細胞嘅數值。CTC 數值嘅增加可能表明治療未完全有效，而減少則可能表明治療效果相對較佳。表型標記，呢啲標記揭示咗細胞表面嘅蛋白質等特徵，幫助確定癌症嘅來源、特徵及癌細胞可能嘅行為。呢啲重要信息喺管理涉及多個腫瘤或癌細胞轉移等複雜病例時尤其重要。幹性標記，呢啲係指示癌細胞幹細胞特性嘅蛋白質，揭示癌症嘅侵略性係咪可能增長、轉移或復發，其精確程度使你嘅醫療團隊能夠喺癌症前保持領先。如果冇呢種詳細嘅分析，治療決策可能會基於唔完整嘅信息，潛在地危及康復。OncoTrace 填補咗呢啲空白，對癌症治療提供咗一個全面同個體化嘅選擇。當你喺呢個層面上面理解你嘅癌症時，你唔單止係喺度猜測，而係根據同你嘅疾病一樣獨特嘅數據做出精確嘅選擇。我哋唔能夠只係僅僅監測癌症嘅治療進展，我哋更加要超越你嘅疾病。使用 OncoTrace， 你唔單止係追蹤緊你嘅癌症，而係以個性化嘅精確性塑造你嘅康復之路。選擇 LGCC， 獲取精準同個體化嘅癌症解決方案。